市场超商代替的便当大车饼，大家拢咧拼俗仔价。像超商是推出着国民便当，6项的配菜60块有走。拍开便当，凊烧气，硬肉片，这就是真侪人上怀念的国民便当。超商上村近郊的商区，佫一摆推出国民便当俗俗仔杯，有阴生仔肉排、烟肠、肠仔卵6项配菜，59块就买得到。其实59元真的很便宜，外面其实一般的排骨便当应该都要100多块。像平常现在买便当大概都80几块起跳啊，看到就会先看到59块啊，应该会先看到肉吧，然后还有香肠。即摆物价贵33，普通一个便当就超过100。超商和卖场马来西亚优惠的介绍，家乐福推出49块的餐鸭肉，专联嘛广告比50块，佮甲高嘟嘟的鸡排便当，4项配菜60块就买得到。啊，那代替卖甲上抢市的排骨便当，同款嘛是卖60。采取限量的方式，对应消费者的需求，还是非常的有亲民价格的一个期待。便当俗俗仔杯介绍影啥人买，即马万头物件拢起价，业者推出更高的便当，互你买落。啊那敢有好食咧？得看人客会回来买几遍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